止的判语。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到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上你过往是那全然的神，期待精彩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权归于天父，赞美神子基督，赞美权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期待精彩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来宣告，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相信耶稣的名。我掌声，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耶稣全能的名。大家来掌声。将我们的赞美，将我们的相信献给他，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来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谢谢神给我们自由，静静地来到你面前，在你爱中我心安恬，求你安慰我破碎的心灵，用你话语医治我生命。你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
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主啊，你爱我们，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主啊，在你面前的软弱都变成自由，都将抹去了。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有伤变为喜乐，将我软弱变为刚强。耶稣，因你我重新的力量，从忧伤中我的释放。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说话。耶稣，是你给了我自由，你流宝血，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主啊，你爱我们，你知道邀请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大大的来开口，为自己的软弱做祷告，把你的忧伤，把你的害怕，把你的担心就交托给他，因为神在这个时刻中将获得给我们自由，他擦去我们的眼泪，他给予我们更多的安慰。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刻，一起大大的来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所开口。主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不足，我们有非常多的惧怕，在这个时刻我们都要交托给你。主啊，你要亲自来带领我们，亲自的把这些东西都抹去。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就要大大的来开口，大大的来将自己这些软弱诉说给你。主啊，你要亲自的擦去，亲自的去挪去这些东西。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一起来敬拜，将我们的祷告献给在你的面前。使用我们的敬拜来赞美他。你为了我自由，你流宝血成为我拯救，在你眼里我感到温柔，有你安慰陪着我泪流。耶稣，你是我一生追求，我已选择跟随不回头，在你爱里
我没有愧疚，你赦免我罪，使我完全的自由。是的，主，我们将心灵诚实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主，你要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再次的交托给你，成为一个真实敬拜的人。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触觉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敬拜献给他。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匍匐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
唯有敬拜我的主。是的，父，你要寻找敬拜你的人，就是那真正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来亲近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你鉴察我们的心。主，我们也将我们的软弱、将我们的不足、将我们的欠缺都带到你的面前。你不看我们的卑微，你也不看我们的软弱，而是看每一个像玛利亚愿意打破珍贵的拿达香膏，倾倒在你面前的儿女。主啊，这是最美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一切，虽然我们能够献上的有限，主，但是我们的心愿意献给你，求你悦纳。孩子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6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大家平安。今天晚上牧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7个神迹当中的第4个。第一个神迹是水变为酒，是使2人同心。第二个神迹是医治大臣的儿子，讲到全家信主。第3个神迹是讲到工作无缺，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在池边有38年的摊子，但是耶稣使他能够恢复他的生活。今天要继续看第4个神迹，是生活目标。生活目标，这张图呢，跳来跳去，我放了一张图要让大家来看，就是 How much time we have？ 你的一生当中，你还能够有多少的时间呢？这张图呢，从你最少的，你大概一生当中要花1.3年在交通的上面，然后呢，要花1.5年在照顾孩子的上面，你会人生当中花2.5年在 shopping， 然后2.5年呢在蹲马桶，然后呢，你会花3.5年呢，在上课受教，就是全部加起来那个时间。你的人生当中呢，如果一个人一生是平均78岁，男女加起来，你大概会有4年的时间，整整4年时间呢，吃吃喝喝，多不多？4年好。然后呢，你有6年的时间呢，在做劳动，9年的时间呢，很多在做什么？看电视，然后打游戏，9年。然后呢，比这更多是什么呢？工作、上班。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呢，大概跟你休闲的时间呢，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你人生花最多的时间呢，做什么？睡觉。几年呢？28.3年。如果一个人平均活78岁，78岁的话，你的一生花最多的时间在睡觉。但是呢，扣掉之后，你还剩下多少时间呢？就是一开始左下角，你的人生大概有9年。每一个人那些都是大概都大同小异，会差别呢就在这9年的时间当中，有一些人会做不一样的事情，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敬拜，有些人可能会去服侍，有些人可能会去短宣，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做服务，会去完成他人生的，去追梦，去追星，去追逐他的人生。这9年大概就是比你这个吃吃喝喝1倍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呢，是我们人生的
目标，好，是不是人生有目标？这9年，好，你会好好的善用，好，让你平均80岁、78岁人生当中呢，可以善用这9年时间。但是没有目标的人，这9年都做什么？好，就是重复那些的事情，好，多睡一些，多吃一些，或是呢拍面啊，好，多做一些，好，或是多上班，想要多赚钱多一些。但是呢，右边这张图呢，好，很有趣，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滑到的。啊，滑手机的时候呢，这张图呢，好，说我们的目标呢，我们的时间呢是上面那个杯子，然后这个时间呢流到下面就是你的这个目标。你的人生有很多的目标，可是杯子里的时间呢流下来之后呢，好，会从几个洞呢掉出去哦。第一个洞呢是什么？它写 social media。你的时间呢，好，会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就滑走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我也常常有这种经验啊，坐在办公室里面，好，本来要开始做事情，想到说啊，要联络谁，一打开 LINE， 好，然后打开 LINE 之后呢，翻了10分钟之后，好，忘记我要开始要找谁这样子，好，因为其他很多事情，好，不只是 LINE， 好，有时候你可能滑 IG 啊，滑其他的啊，好，就会开始哇。你的时间就这样掉出去了，然后呢，好，再来就是我们的时间会从其他的破口当中、害怕当中，还有忙碌当中、变化当中，原来你的时间可以 focus 在这个杯子里面，但是呢，这个动画，好，它是一个动画，最后那一杯的水呢，只有1滴掉进去，哇，这真的让我看了之后，赶快把手机关掉。赶快把手机关起来，因为呢，你要完成目标，你要把事情做好，不能够再把时间用在这些的上面。今天我所选的经文，好，虽然是在第8章，好，但是我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也就是第4个神迹，叫做5饼2鱼的神迹。请大家说一次，5饼2鱼的神迹。有没有人没有听过5饼2鱼的神迹？5饼2鱼，没有听过的，好，不好意思举手。好，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大家很常会听到的，就是耶稣透过5个饼、2条鱼，喂饱多少人？5000，好，5000个男人，20岁以上的就有5000。那在场呢还有女人，在场呢还有小朋友。好，那个5个饼、2条鱼呢，就是一个孩子，好，一个儿童，一个青少年他所带出来的。所以有人算一算，好，在现场呢，大概会有上万的人。在那边群聚，好，而且呢，他们不是已经从早上，他们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下午到太阳要下山，然后每一个人哇都扒着耶稣，好，因为他们多需要耶稣来医治他们，好，他们多需要耶稣来替他们赶走他们身上的病痛，还有这些鬼啊，好，所以右边这张图呢，啊，就是人去画，如果呢5个饼，就只有这2样东西，饼跟鱼。要喂饱上万人呢，大概就要这么多。你觉得有可能去哪里一下子找出这么多的食物呢？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在新约当中4卷福音书，唯一一个神迹，通通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记载，就是这个5饼2鱼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呢，你读完之后，你认真读圣经，你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头。故事或是他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在这个神迹结束之后，马太、马可、路加都把这个神迹耶稣做完之后，就结束了，好，然后就开始到海上去，就平静风和海。可是呢，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很细心，他把这个神迹呢又再搬出来，发现这个神迹呢，哇，真的有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是陆陆续续在发生的。所以这个神迹呢，也代表着人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是你的人生的目标，或是生活上面的目标呢？生活的目标，好，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好，叫做马斯洛，好，他呢，好，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心理，好，这个需求理论。这个马斯洛需求理论呢，好，分为5大部分，好，那有人把它延伸到8大部分，但是呢，这最低阶、最基层的需求是什么呢？好，叫做生理需求，就是你能够维持你肚子饿了有东西吃，你冷了有衣服穿，好，然后呢，你现在很热，好，你可以得到一个舒适的地方，生理，好，想睡觉，让你可以躺下来有地方可以睡觉，想上厕所，你可以上厕所上得出来。
这就是人好最基本的需求。那第二件是什么需求呢？安全的需求，就是呢，当你开始不再为生理好食衣住行好，这个是基本需求，你开始会想得更多了。我今天要睡哪个地方？我要睡什么地方比较安全？我要吃什么东西比较安全？我如果开车交通，我要选择哪一个交通工具比较安全？你不想要让你的自己陷入在这个意外当中。我要去工作，我要去投资，我要去上学，你可能会想很多好对自己安全的部分。好，这是在第二层的地方。第三层呢是社会需求，就是呢，当你开始已经满足你的生理，而且你也活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好，至少呢，你不会有意外，好，不会突然好就没有饭，好，没有家可以回，好，不会遇到战争之类的。你就会开始跟世界、外界、跟人来接触，希望可以跟其他人建立情感、建立联系。那再上去是什么需求呢？尊重，就是呢，当你开始跟人有 social， 好，有这个社交，开始跟人呢有好朋友、有 magic、有 buddy 的时候呢，你也希望你开始呢能够得到内部价值的肯定，跟外部成就的肯定，好认可，你会开始追求的，好就是我要出头天，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在这个社会上，我要在我的社交当中出类拔萃，脱颖而出。那再上去最后一层叫什么呢？自我实现，好，很好，好，就是呢，最后呢，人生的终极目标，会在追求我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所做的，我现在所活的。我现在所过的人生，不是在为别人过、为别人活，而是我到底在这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所以他所追求呢，就是自身，我的人生，我的原生的家庭，好，到我的人生所走到现在，要何去何从，不断的来充实自己。所以这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呢，其实呢，这用了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来的，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准，而且也非常贴切，对人生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所以这1、2、3、4、5，你觉得你在追求哪一个层次？1、2、3、4、5，好，其实呢，好的话呢，应该是5个层次都在同时追求。好，你不可能只追求上面，好，然后下面没有。但是你的时间、人生，好，假如平均78年，好，女生可以多一点到82年，你的人生有70、80年可以运用。你要怎么样去运用？甚至最后你可以看到你的人生的那个金字塔。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哇，他的人生达到金字塔，50几岁，甚至更早40几岁，哇，他就觉得他已经达到巅峰。好，最近呢，牧师在看一个486先生，好，他常常在这个网络上写一些文章，哇，他写说他过去呢，他是拍马郎的囝，所以他很认真的，你知道486先生吗？他在做这个网购，好，然后呢，但是呢，他呢要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所以呢，他光做一个扫地机器人呢，哇，他就做了几十种的产品的研究分析，最后呢，好，他的分析呢，好，实在是分析的太精准透彻，所以呢，韩国 LG 好直接指定他，所以在韩国的 LG 在台湾卖的代理商，他没有直接设代理商。他就找这个486先生，哇，他就跟着 LG 发大财。但是呢，看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他很关心，因为他说他现在呢，他已经达到他可能也50几岁了。他说他现在呢，他的最大的时间都花，他也不用去上班，他的工作继续在赚钱，他呢花很多时间陪他的家人，陪他的孩子。然后他说呢，他想要出国就可以出国，他今天想要去看极光。他就可以马上出发去看极光，好，没有任何第二句话。你觉得哇，他真的好像人生怎么样，自由了，人生好像已经得个已经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呢，当我在看他的文章的时候呢，因为有人邀他出来参选，好，有人邀他出来从政，
他说：“我要讨卡派去哦，好，我现在从政要被人家骂死。我现在当老板，现在每天都有钱可以赚，好，数钱数到手抽筋，好，然后又可以跟着老婆、跟着孩子在一起，这样的生活跟神仙一样。他没有想要跳下去的意思。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发现说，这样的人生真的已经够了吗？这样的人生真的已经满足了吗？那你活到50几岁？”你后面还有60几岁、70几岁、80几岁，人生就继续做这些事情吗？我相信人生还会有更多的期待在前面，因为人总是要不断的挑战自己。今天5饼2鱼神机，哈，不是居，好神机，好，我找了耶稣的5句话，这5句话呢，来对照马斯洛的这些5个需求理论呢。我觉得呢，就是5饼2鱼神经，好，所要带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活目标。第一个，好，耶稣要满足我们的生理需求，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好，这些人，好，太阳下山了，都还没有回去。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当这些人，被耶稣叫来，耶稣呢找了12个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当下的反应各有不同，说：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的饼？好，龟头拉骨，那么多的鱼，好，甚至在饼鱼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可能想到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现在只有这一点的钱，怎么喂饱他们呢？可是呢，耶稣只是继续问：你们给他们吃。所以呢，有一个最积极的就是安德烈，哇，他马上就找了一个小朋友来。把那个小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说：“这里有5个饼，2条鱼啊！”我觉得光安德烈这个举动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做到。5个饼2条鱼，我们这里有上万人，你不要被人家笑死了。好，你干脆还是回去做好闪远一点。好，这5个饼2条鱼，怎么可能喂饱这么多人呢？但是神迹就是从一个小孩子，从安德烈这么单纯的信心，耶稣叫我们给他们吃。那我现在找到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身上没有东西的。有一个孩子，他身上可以凑出5个饼、2条鱼，而神迹就这样开始了。5饼2鱼神迹呢，前面呢是很多人来见耶稣，求耶稣来医病，甚至呢，当耶稣行完这个5饼2鱼神迹完之后的反应，在约翰福音，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说这个人要来做我们的王。这个人要来做我们的总统，好，这个人太伟大了，他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子。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王都不见得能够填饱我们的肚子，请我们免费吃 buffet， 因为那天真的是大家吃到饱啊。吃完之后呢，那么多的东西收拾回来，还有12篮，好，12篮，表示是大家都有吃，而且还吃饱。吃饱之后呢，还有剩下。他们说这个人太好了，来当我们的市长。来当我们的总统，这样我们大家都不会饿肚子。但是呢，到后面呢，耶稣离开之后，行在海面上，他们又跑去找耶稣。找到耶稣呢，好，他们的念头呢，就是耶稣，你怎么在这里？这一句话呢，其实他们也表示出，他们想要再怎么样，再免费再得到一餐，再得到一餐。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就是，当我们要使人信耶稣。要使人传福音之前，要先懂得填饱人的肚子。有一句话说：“饥肠辘辘的人听不见任何声音。”大家说一次：“饥肠辘辘的人听不见任何的声音。”如果你现在去跟一个饿肚子的人跟他传福音，他根本就是已经血糖降低，根本听不进去你在讲什么。但是我们去年办了2次的福音茶会。让大家进来，然后呢有一个福音茶会，茶点餐点，然后他们被接待，生理需求满足了，灯光美，气氛佳，冷气的温度开到刚刚好，不会太冷，不会太热。这时候再跟他分享福音，他会不会睡着？会，那就是吃太多的，吃太多血糖太高。所以那个为什么叫做福音茶会，不是福音buffet？就是不能让他吃太多，吃到刚刚好，你还可以头脑清醒的听完福音。第一个需求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你要先满足人的需求。
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也满足人的安全的需求。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会坏食物操劳，要为存到永生食物操劳。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食安，东西吃了总是会坏。现代人非常越讲究，你要怎么吃，你要怎么喝，然后呢，有些东西可能会引发癌症。当你听到会有癌症，马上怎么样？赶快离它远一点。可能会引发这个三高，你可能就会离它远一点。在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人的不安全感。人有什么样的不安全感呢？首先就是五饼二鱼神迹完之后，大家要留耶稣。好，我们现在吃饱了啊，耶稣，我们点蜡烛，你继续医治我们，继续帮助我们。耶稣说不行，他绝对要离开，所以他叫他门徒去船上搭船到岸的另外一边去，他自己到山上去山上祷告。然后呢，他们呢就在夜中，好，然后在夜中在水上汇合。好，这是我们下礼拜要继续分享的第5个神迹。但是呢，他们找不到耶稣之后，他们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就是他们看见耶稣不在，隔天耶稣没有在这艘船上面，每个人说完蛋了，我们没有饭可以吃了，完蛋了，我们没有总统可以选了，完蛋了，我们的这个 leader 不见了，所以大家就拼命找。后来到了加百农，发现耶稣在那边，所以他们没有安全感，想要找耶稣。然后找到耶稣之后呢，又见到耶稣，然后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他们在关心他，可是呢，反映出来是人心中的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安全感？对有的人来讲，有的人来说，他的安全感就是他的存款。有人安全感呢，就是他身上的名牌的衣服；有人安全感呢，就是他的头发，他的行头他的配件；有人的安全感呢，是来自于他的心中的平安，或是他心中的喜乐。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安全感，但是你要找到耶稣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再来读一次。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操劳。就是你在追求吃、追求喝、追求吃喝当中，想要活得久一点。但是这些食物呢，没有一个食物能够保存期限永久。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保存期限可以超过10年的东西？泡面10年6个月就不行了，就过期了。好，泡面没办法放1年。好，有一些野战的美军的这个干粮，好，他们做了一些美军的那个打战的那个补给的食粮，可以放3年，好，有的可以放到5年。据说呢，有的罐头呢可以放50年，好，有的罐头可以放50年不坏。你只要那个加工够好，把空气通通抽得干净。好，但是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几百年、几万年、几千年不会坏呢？有一些东西可能跟着这世界都会消失。但是呢，五饼二鱼的神迹要介绍一个食物，永远的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叫做耶稣的身体。请大家说一次。耶稣他透过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永远的食物，不会坏的食物，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告诉人，你要来追求这个天上来的粮食。而当人们满足生理、满足安全，第3个需求就是社会的需求。社会就是我们要社会化的工作，要社会的劳动。所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工作。再读一次。好，到底什么工作？你觉得这个工作到底什么工作？我给你一份工作，叫做信神所差来的。请问，那我到底要做什么？牧师 ，OK， 好，当牧师很好。还有没有？
不当牧师，那我就没有信神所差来的吗？这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就在第一个字，叫做信。工作为永生的食物操劳，就是你要拿出你的信。这个信呢，就是相信，就是深信，就是真诚的信。耶稣说：“这一群人，你们现在有吃了，你们现在找到耶稣了，有平安了。但是你们这一群人在这边要做什么呢？你们现在这一群人到底 What's the next？ 接下来要做什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来到这边做礼拜。”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只有在这边做礼拜，还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一个社会的需求。你要看见这一群人大家的需要，而耶稣的答案是信。可是呢，当众人听见耶稣这句话，他们听不懂，说我们该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作呢？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耶稣在5饼2鱼神迹告诉他们，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就是做上帝的工作。所以工作不是你马上出去，而是你要从信心开始。好，跟旁边说一次，工作从信心开始，工作从信心开始。所以上个礼拜六，牧师在这边分享第3个神迹，就是工作无缺。那个工作只是你人生当中这么大一块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要把这么小的一部分放大到你比你的人生还大。我不晓得上礼拜有没有在这边讲，那个人开车要迟到，发生车祸，快要死了，结果呢，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叫做“我快迟到了，我快迟到了”。他的工作比他的人生，比他可能他的婚姻，比他的子女，比他的家人还重要。他已经只看见工作，没有看到他的人生有其他的目的和意义。相信神所差来的，是我们工作的开始。不管你将来或是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份工作是你要相信是做神的工作，相信这是你神在你人生当中的动工所动的工作。根据这个动物学家的观察，这些老鹰呢，它们都是筑巢在悬崖上面。但这些小鹰呢，长出来之后其实蛮大只的，而且呢，它们的羽毛都长不起，那个稀稀疏疏的，看起来就好像那个鸡的毛被拔掉一样。这些小鹰，它们在这个悬崖上面的时候呢，它们不会飞，所以它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依靠爸爸妈妈抓老鼠啊、抓蜥蜴啊、抓蛇啊，然后丢到它们嘴巴里面，它们吃。直到它们开始长大之后，它们要离家，要离巢。可是老鹰不是住在马路旁边，也不是住在电线杆上面，它们是在悬崖上面，所以它们怎么离家？它们怎么离巢？这就是他们的信心的挑战。他们就要相信什么？相信他们有一对翅膀，还要相信什么？这个翅膀呢是会飞的。但是老鹰怎么做呢？老鹰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在孩子到一个适当的年纪，可以飞的年纪，他们就会开始把他们的巢里面那些的叶子、那些的草，一个一个把它丢出去，留下来在里面什么？树枝，然后在里面的树枝呢，就是弄得七零八落，还有刺，然后呢还会扎人，好让他们痛，所以他们越来越大只，大家越来越紧，越来越不舒服，他们就必须要怎样？必须要出去离巢。他们要出去，他们要离巢，可是这是他们从那个蛋出生一直到现在长大的地方，从来没有出去过，现在要出去了，相信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社会需求，我们的工作，你要进入这个世界，当你与神的关系建立，你要怎么样能够勇敢的跨出去那一步？很多的人可能到你现在这个年纪，都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过家。很多的人到这个年纪，可能你所生活的环境还叫做一个舒适圈，就是家人、家里的人、教会的人、身边的人都把你的生活弄得很舒适，所以你根本没有真正的
离开过这个舒适圈，没有真正的去过一个要凭信心去成长的生活。我记得我也是在结婚以前，几乎都在这个很幸福的家庭来成长。我爸也不让我去补习，也从来不让我去打工，他只告诉我说：“你就是怎样把书读好。”可是这句话呢，根本就是不喜欢读书，也不爱读书，而且又看我弟弟的妹妹，他们读书都读得这么好，所以呢，让我觉得自己更不行读书。可是呢，因为当然后来去读了神学院，要去台南当传道，才开始让我真的跨出这个舒适圈，离家去。那已经从2002年到现在24年的时间了。我也很感谢上帝，让我选择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子的机会，这样的服事，然后呢，让我的人生有许多不一样的学习和成长。我在这边也不是说叫大家你就要明天就要开始北漂了，你就要出国了，你就要开始去东南西北。但是你的人生当中都有可能要去冒险，都有可能会有外出，都有可能会远游。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更重要这个信心是相信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你要为了耶稣而摆上一切，这是在我们的需求理论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社会会不再一样。当你为了耶稣而活，你的人生、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层次、眼界都不一样。第4个需求是尊重的需求。马斯洛说，人会追求内在的价值、外部的肯定，你会想要给自己犒赏，你会希望得到别人的掌声。而耶稣怎么样满足透过5饼2鱼的神迹满足人的需求呢？当耶稣介绍说，他就是那生命的粮，从天降下来的，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耶稣在自己介绍他自己，他要成为我们永远的食物，可以存放500年、5000年，甚至5万年都不会坏的食物，不用再出去赚，不用再出去吃喝，是你吃了就能够到永远。而耶稣说，这个尊重就是要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我们的尊重呢，就是要来敬拜神，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们在敬拜神，可是我们前面没有神，我们要赞美神，可是我们前面呢都是人，你只看到人，没有看到神，那你才是在敬拜的不是神。你要到神的面前来，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而这些人说，那你要行什么神迹？你要不要再变一个神迹？这一句话，你说我们只要吃这个天上的粮，就永远不饿。那你现在让我们信，你变一个神迹让我们信。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今天你信耶稣，是要先看到神迹，再信耶稣，还是你相信耶稣之后才会看到神迹呢？我再说一次，先看到神迹才信耶稣，还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就会看到神迹呢？其实2个都有，2个都有。有人是先受洗，信而受洗；有人是受洗然后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但有人先被圣灵充满而受洗。但是呢，这些人他们想要求的是神迹。耶稣，你再变个神迹，我们就相信你的。其实他们有没有神迹？有啊，前一天才吃了这个5饼2鱼的神迹，那么多的饼，那么多的鱼，那么多的人，通通都喂饱了。可是他们觉得这个不行，这个只能够满足昨天。今天呢，再来一个神迹，我们今天就再相信。明天怎么样？再来一个神迹，再相信。如果这样的话，耶稣要变几个神迹？每一个礼拜都要变神迹。牧师每个礼拜来讲道，也都要变神迹，这样才会有人来听讲道。并不是这样。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们说我们的神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迹，我们的祖先。他们也吃那个天上的粮，吃什么呢？他们吃过玛纳，他们吃过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在旷野当中。所以他们在吃玛纳的时候呢，
哇，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而且一吃就吃了将近40年，吃了40年都没有停止过。我们的祖先有这个神迹，那耶稣换你了，你要变什么神迹给我们来吃呢？但是呢，耶稣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粮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说，你们举玛纳这个例子很好，我要给你们的永远的食物跟玛纳很像，就是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玛纳是在太阳出来以前，就会在地上，掉在地上，所以在夜间没有人看到它怎么掉下来。但是呢，这个玛纳呢，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怎样？开始融化，就会消失，就会蒸发，什么都不剩，什么都不剩。可是如果你在太阳出来以前把它捡起来，放在罐子里面，你可以一直吃到太阳下山，而且这个味道怎样？都是吃起来是甜的啊，这是圣经说的，吃起来像蜜一样。可是你说我要把玛纳当宵夜来吃，可不可以？不行，因为太阳一下山，那个玛纳虽然还在罐子里面，可是它的味道就臭了，所以你想到第一个就是你要多早起床。如果你为了吃，你一定要比太阳还早。好，至少呢，你不起床，你要叫你爸爸起床；你爸爸不起床，那就要叫你儿子起床。至少这个家里面的人呢，总要出去。可是他只要出去捡，放在罐子里面，这样子他一整天就有东西可以吃。安息日不能出去，那他们就要捡双份。那一天安息日也很特别，那一天呢就可以多放1天，隔天再吃还是甜的，不会变臭。但是耶稣说，神的粮不仅像玛纳，而且呢是一个生命，要赐给全世界。所以众人听到耶稣这样介绍之后说，哇，居然还有比玛纳更好的，我们的祖先吃过，可是后来都没有人吃过了。从摩西到耶稣，过了400年，过了1400年，没有人再吃过玛纳。他们就说，主啊，请把这个粮赐给我们。所以他们现在不想要神迹了，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一份永生的粮食的礼物。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所以答案是谁？耶稣。对，耶稣介绍了半天，他要介绍这个永生的食物，叫做耶稣。我就是。所以我就是呢，就是上帝的自我介绍。这个是从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中看到荆棘被火焚烧，他就说，主啊，你是谁？神就说，我就是。好，我们圣经翻成我是那自有永有。英文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原文的意思是3个字，我，另外一个我，第3个是，叫做我是。所以上帝在郑重的介绍自己，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所以这个我没有介绍名，没有介绍姓，没有介绍我是什么血型，我是什么星座，我是什么 MBTI 的什么 I 人，还是什么什么的 DISC 的 C 人。我要介绍的叫做我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各位年轻人，你所认识的神，他有没有告诉你过我就是神呢？你有没有遇见这位神告诉你我就是呢？我就是呢？还是你的神都是别人介绍来的，从旁别人听来的神，而不是你真的神向你介绍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神跟你介绍他自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祷告，神啊，请把这个粮怎么样赐给我们。在牧师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很深的经历，就是我的一个学弟，那时候我们中午要去吃饭，
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教室，然后走一段路到校门口的这个餐厅去吃饭。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们就走到这个学校的中间，这个行政大楼前面有一棵大树。他说我们来祷告。那学弟说我们来祷告，说要吃饭的祷告。但是呢，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就在这树下祷告。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在那树下祷告呢，大概祷告了40分钟。40分钟，到快要吃饭时间都过去了。但是在祷告当中呢，很奇特，就是你眼睛一闭上，你居然眼睛打不开，把酒背背经，然后我们本来是站着祷告，后来到最后是跪着祷告，跪在树下祷告。40分钟之后呢，我眼睛打开之后呢，我发现我那个学弟呢，他坐在旁边，他已经没有在祷告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大概30-40分钟。而我觉得呢，哇，感觉好像上帝就来到我的面前，就在那棵树的树下呢，我好像就是看到神一样。因为我看到的画面呢，就是一团红色的火，然后那个红色、橘色，满满的都是火。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呢，突然觉得，哇，上帝的火好像快要烧到我一样，快要烧向我，所以我就很紧张，就拼命的祷告，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请你赦免我。然后下面一直跟神祷告，祷告到了，觉得那个火渐渐不见了，看不到的时候呢，眼睛才张开，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而这件事情呢，对我来讲，印象很深，但是让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神就在我的面前，虽然他没有跟我说话，但是你有一种感受、感觉跟神面对面的时刻，说，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必须要尊重父，我父必尊重他。第4个需求是尊重的需求，我们不是要满足自己的尊重，而是我们懂得去敬畏神，去尊重神，神就会尊重我们。当我们看重神，神就看重我们。最后一个需求叫做自我实现。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句话是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理解，当时没有人理解，几千年后还是没有人办法理解。甚至呢，最著名的牧师在共读的时候有分享，在我们宗教改革，基督教要从天主教出来的那10几年，前面的10几年，本来基督教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但是就是在这句话上面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圣餐的议题，所以基督教呢，连基督教都分道扬镳。过了快要500年，过了快要1529年，到现在真的快要500年，现在是2026。在这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看耶稣到底要说什么呢？为什么要叫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我就是生命的粮。旁边的人又开始纳闷了，你是生命的粮，你爸不是叫约瑟吗？你不是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吗？耶稣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好，这是他们第一个直接的疑惑。但耶稣呢，他这样介绍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他又再次说一次，我就是，而且呢，让人吃了就不会死，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每一个字呢，你都不要落掉，不要漏掉，因为这每一个字呢都很关键。耶稣是天上的粮，第二个，人可以吃它，吃了不会死，吃了就要永远活着。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呢？耶稣说，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来的粮，就是我的肉。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肉就是他的生命，是要赐给我们的。而众人又问了，那我们怎么吃他的肉？好，难道一人咬一口吗？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就是耶稣最后要告诉我们5饼2鱼神迹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耶稣他的肉、他的血，这2个加起来叫做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而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呢？其实我们今天怎么样吃、怎么纪念，就是我们要领圣餐。领圣餐以前，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信心，要先相信受洗或是坚信礼。这个相信，你才有这样的资格，才有这样子的顺理成章来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耶稣说他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上帝的道。希腊文叫做 logos， 上帝的话变成了肉人身人的样式，所以上帝的话呢，不是那个看不见的音波，上帝的话变成了人。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读圣经、消化，把上帝的话一字一句的斟酌吃喝下去，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所以这5件事情，耶稣这5句话，对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耶稣说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接着我们要追求的是安全需求，耶稣说什么？要追求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当我们又开始要追求社会社交的需求，耶稣说要信神所差来的，我们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信仰的群体，要共同有社会的追求。再来，尊重的需求就是要到我这里来，就是要来敬拜他，要到他的面前来敬拜，用心灵诚实敬拜。再上去是什么呢？自我实现的需求。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透过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他的话、让他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的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所以这5句话，5个需求，代表我们要在耶稣里面，我们要真实活出耶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反映出耶稣，当你真实反映出耶稣的生命，就证明耶稣在你里面。而我们到耶稣面前来，就是要来跟随耶稣，学像基督。而我们要相信神所差来的，就是我们要做出信仰告白。这个信仰不是我爸爸妈妈的，不是我阿公阿嬷的，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神，我遇见神，我真的真实的要敬拜神，不是为着别人。第4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安全需求。就是要认识真理，要属灵装备。你的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你把上帝的话读到心里面去。你的安全感如果是金钱，安全感是工作，安全感是你自己的健康，这一切东西都会过去，都是暂时。只有耶稣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全。而最后我们的生理需求，就是要做福音的义工。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要怎么愿意去与人来分享，去做福音的义工，来带领人来信主呢？所以盼望透过这5句话，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我们把右边从上到下这5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真实活出耶稣生命，跟随耶稣，学像基督。信仰告白，教会生活，认识真理，属灵装备，福音义工，领人归主。今天的约翰福音第8章，其实还是继续在延续耶稣是天上的粮。耶稣说：“你们若继续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因为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理的需求，但是呢，我们要化成这个福音的义工。来从敬拜我们的肚子，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填饱肚子，但我们要敬拜神。每个人也都会有安全需求，我们可能会照顾我们的家人都安全，但是我们要从侍奉家人到能够去服侍众人。我们也都会有社会的需求，我们需要社会化，与人在一起。但我们透过外展
outreach， 外展就是 outreach 社交，然后到进上帝的国。我们不是只有去在社会上面生存，我们要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也都有尊重的需求，我们要营造、建立赢得人的尊重，但是我们要装备我们自己，要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而我们的生命最有价值，就是我们有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能够有耶稣的生命。最后，我们要有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呢，是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能够建立关系，牧养的关系，到将来进入新天新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红色的这5个：敬拜、侍奉、外展、装备、牧养。这是我们教会的5个部门，也是教会的5样的事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敬拜神，要侍奉、服侍人，我们要外交、带领人，邀请他们一起进入神的国。我们要接受装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而我们要透过牧养，能够建立紧密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这份关系隔绝，直到我们一同进入新天新地啊。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在追求什么？我们人生要追求玛纳。玛纳的意思是什么呢？玛纳的意思就是什么？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玛纳的时候，他们就讲希伯来文 mana。mana 是什么？就是什么？好，这是啥？这是虾米？玛纳意思就是哇，这是什么？耶稣今天跟我们介绍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但是人的反应就是什么 ？What？ 耶稣，你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有不知道它是什么，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这个玛纳是天上的粮，而就是耶稣，就是他的肉、他的血，就是他的话、他的道。摩西的玛纳只能够短暂填饱人的肚子，顶多1天，最多2天。但是耶稣他的玛纳让我们不再饿，不再渴。而耶稣他是天上的粮食，他说我们要吃喝耶稣的生命。我要鼓励大家，你每次读圣经或是写灵修笔记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在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把他的话吃进去你的生命，因为这就是你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的原因。而最后我们的生活目标就是要相信耶稣，要迎接圣灵。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5个神迹、第6个神迹、第7个神迹，都是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继续往前。好，今天我们如果等一下有小组的分享，你可以来分享5饼2鱼的神迹。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哪一种5饼2鱼的神迹呢？而从过去到现在，你的人生目标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现在是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好，从你的过去看现在，就可以看到你的将来。而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求神每一天赏赐我们灵粮。你知道牧师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是只有为某一些人、少部分的人，是希望为每一个人。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耶稣的心，他这么样乐意把他的身体分享给每一个人。可是有多少的人愿意来领受他的身体呢？当教会、牧师、长子弟兄姐妹，大家用心准备每一天的灵修，甚至还为大家准备的灵修笔记，又有多少的人愿意说：主啊，我渴慕你的话，我渴慕你的话语。天还没有亮，我就要出来捡拾玛纳；天还没有开始工作以前，我就要让你的话喂饱我一天，成为我一天的力量呢？你不要觉得这不可能。我要告诉你，牧师以前也是这样，以前我也起不来，以前我也读不下去，我也不可能写灵修笔记。但是当你开始抓住1个，抓住2个，当你开始让自己渐渐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你的生命会上一个轨道。这个轨道你会发现，人生很多的事情不再那么重要。
世上很多的起起落落不再那么重要，因为你看到更重要的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求神扩张我们的生活目标，也来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怎么样来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祷告以前，我要邀请你再次回想，什么是你人生当中的五饼二鱼？上帝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丰盛？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神不只要喂饱你的肚子，神还要喂饱你的灵魂。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劳劳碌碌、浑浑噩噩，在这世上追求的是那短暂、即将要过去的世界，却没有看到那永恒、那将要来天上永恒的国度。今天神的话再次对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对不饿，信我的永远不干渴。”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耶稣说：“不要为那会坏的食物操劳，而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操劳。”你真的有为那永生的食物操劳吗？你真的有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道，吃神的肉，喝神的血，让神的话住在你的里面，好让你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吗？天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天父在寻找那用心灵诚实寻求他的人。那个敬拜不是只有在做礼拜当中的敬拜，而是愿意用一生来敬拜神的人。天父要寻找的是那愿意放下这世上的一切，看见那天国的珠宝，变卖一切来跟随的人。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过去就有很多人听见耶稣讲这样的话，很多的人摇摇头，忧忧愁愁的走了，只有少部分的人留下来，只有少部分的人继续跟随耶稣。你是否愿意做个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听明白耶稣的话，知道你的人生要怎么样子来奔跑？求神来帮助你。谢谢主耶稣爱我们，谢谢主耶稣拣选了我们。虽然我们还年轻，虽然我们涉世未深，对人情世故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连一个小朋友都知道要拿5个饼、2条鱼出来分享。今天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不再是小朋友，我们可以给的更多，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吸收的也更多。主啊，愿你的话语真实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粮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让我们的每一天的开始都是由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虽然这不容易，虽然在我们这个世代来讲是一个挑战，虽然在这个世界来讲这并不是主流的价值，没有多少的人愿意这样做，但是主，你在寻找那真实的敬拜者，求你帮助，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真实的敬拜。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因主所寻找的人，
真实敬拜着，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真实敬拜的人，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寻找那敬拜他的人。敬拜他不是站着，敬拜他不是开口唱歌，敬拜他是因为听见他说的话，用心灵来回应他，用真理来回应他，告诉耶稣说：是的，耶稣，我要敬拜你，耶稣，我要尊荣你，耶稣，我要服侍你。你是否愿意真正来敬拜耶稣？不是唱歌，不是罚站，而是用你的心来爱耶稣。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我们用我们的手来敬拜，因主恩典，将我们的手举起来，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是的，主耶稣，你在寻找敬拜你的人，寻找天父的子民。耶稣，你来不仅仅是喂饱5000人，你要喂饱的是人，不仅是人的肚子，还要喂饱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不是靠吃薯条、吃炸鸡就能够满足，在我们的灵里面，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灵魂，是神的话，
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今天我们在这里礼拜，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肉、耶稣基督的血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物，让我们不再饥渴，不再饥饿，让我们不再东奔西跑、忙忙碌碌，而是知道我们所做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要使人能够认识耶稣，相信基督，接受耶稣救主。现在主，虽然我们还年轻，虽然今天我们所听的约翰福音，我们还不见得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领受，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你给我们时间成长，你没有要我们今天就要献出全部，你也不会要我们一下子就要长大成人，你总是耐心的陪伴我们长大。也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志长大成人，让我们不再做婴孩，不再做孩童，不再受欺骗，也不再受迷惑，而是能够分辨神的声音，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为真道而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相信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金字塔，也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要满足我们自我实现、自我需求最重要的那一份，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你就要赐给我们。谢谢爱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敬拜，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们这时候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儿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也让我们可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只专注在我们现在眼前的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我们一些生理上的需求，而忽略了那些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要成为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榜样，成为别人的榜样，可以活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将自己全心全意的献上，为你所用。你将时间、将金钱都交给你。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前方的道路。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还有我们相信就要来大大来赞美，阿门吗？阿门。再用这首新的诗歌，我们来赞美他。我相信只有一份救赎，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份拯救，一份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再次有信心来说，我相信。我
相信他被钉十字架，靠他有血我得到释放。我相信他的复活生命，哈利路亚，他战胜了死亡。赞美我们天父，赞美权归于天父，赞美圣子基督，赞美权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在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权归于天父，赞美圣子基督，赞美权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权归于天父，赞美圣子基督，赞美权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在今在的君王，永在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权归于天父，赞美圣子基督，赞美权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再次说，我相信，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开场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是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领受耶稣基督从天上而降生命的粮，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大家好，我是穆轩，我是那个社青区的区长，我也是团契组的那个叫什么？社青团契的会长。对，好，大家好。那我今天来这边做报告。那今天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好，那我们跟隔壁人说，我们今天过后，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做第一个报告。那个下主日3月20号，因为长子会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小组暂停一次。那当天没有供应爱餐，所以如果你有在礼拜天安排小组的话，午餐要自理哦。再就是台语罗马字班课程招生，在周六的9点到11点上课，然后共有10周的时间。那上课日期在荧幕上面有，那费用是500元。然后如果要报名的话，请扫封面的 QR code， 然后报名。清明追思礼拜在3月29号星期日举办清明追思礼拜。如果想要保留继续追思故人的会友，请到49号1楼中岛登记。那如果你想要新增追思故人，然后你只能就是追那个种填到直系亲属的一等亲，就是上面那个人，上下一个人，对，然后就是会友，请填写追思卡，然后就可以干事，然后时间是到3月22号为止，对。松大讲座3月10号星期三的松大讲座主题是提升人生层次的4门功课，那就是讲师是徐永正老师，那可以看那个就是周报的代码跟那个上面也有代码，然后欢迎准时收听。好，装备部会本主日在那个12点半在502教室召开装备部会，请同工留意出席的时间。牧养部会3月19号晚上7点在501教室召开牧养部会，请各牧区长老准时出席。
好，阿卡北牧区的户外礼拜，阿卡北牧区将于4月12号前往龙潭老贝壳休闲农场举办户外礼拜近亲子一日游活动，报名请扫描周报封面的 QR code， 欢迎阿卡北的孩童家长，呼吁大家一起大手牵小手一起参加。好，再来那个有 Passion Worship， 在那个3月28号星期六，就是下礼拜六的那个6点半到8点，就是有敬拜之夜，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下礼拜就是下礼拜邀请大家一起出席这个敬拜之夜，跟隔壁人说我们要准时出席，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生助学金申请，2026年第1期的生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喽，然后就是收件到3月22号为止，然后就是申请书请向干事室索取，或者扫描那个周报封面的 QR code， 里面也有可以下载列印的。对，然后北区讲座这个报名已经截止了，然后3月19号星期4有一个北区讲座，那主题是高龄资产规划如何防诈骗。那就是讲师是吴文仁执事，那请就是如果你已经报名的兄姐准时与会参加。好，三峡天品山庄我们又要开始出参访团喽，在3月29号星期4安排第3次26号星期4安排第3次的参访，然后如果你想要参加，请到49号1楼的中岛登记。好，妇女灵修会。5月21号到5月22号是举办妇女灵修会，那行程请去看我们的那个49号的电梯。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请向那个处女长老、丽珠长老跟美英执事、端龙执事报名，然后每个人费用是3900元。好，我们要那个庆贺一下那个华市区复兴小组丁家硕长老与田佳琪姐妹，还有丁俊伟执事跟廖小慧姐妹。在3月21号星期六，在本堂的2楼举办婚礼，愿神赐福满满在这2对新人的身上。好，我们来看一个那个 Passion Worship 的影片。好，等一下哦。有影片吗？有，再等一下，等2下了。对，介绍，大家还记得这个 Passion Worship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吗328，3月28号，地点在哪里？这里，在这里哦。OK 哦，那就记得要准时来参加。OK 哦，好，来，请看。投射灯可以把它关暗，投射灯把它拉下来。哎，那个声音呢？大家仔细听这个歌哦，这个是我们当天会出现的歌哦，很好听哦。我先唱吗？应该叫主领来唱，当天的主领来唱。我唱就没有人要来了，我怕这样。
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耶稣，我爱你。你可以开口来为你自己来祷告，你可以用你的灵歌来敬拜他，就是来对他说：主，我有多么爱你，主，我的心有多么切慕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毫无保留的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好，掌声！我们再跟隔壁的说，让我们3月28号一起来深深爱耶稣。对，耶稣。好，来有下一个吗？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学青请在这个地方，那社青请到隔壁的那个空间。好，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请大家彼此问好，彼此问安。